大家好，過去1年，網上出現咗好多關於我個人、家庭同埋過往事件嘅討論同埋指控。因為事情一直處於法律程序之中，同埋唔想影響工作嘅夥伴同埋家庭身邊嘅人，所以我一直選擇唔公開回應。今日我拍呢條片，其實唔係想同任何人爭論我係一個好人定係壞人，我只係覺得，如果我再唔講清楚成件事嘅時間線，我身邊有好多人受傷害，包括長輩、小朋友、朋友，所以我都希望從今日開始討論我家事嘅情況可以到此為止。網上不斷有人指我從來都係講大話，我今日將整件事情嘅時間線同埋我可以公開嘅法律文件交代俾大家，包括我手上嘅分居協議書、法庭判詞等等，一次過講我有乜嘢真係有做過，有啲乜嘢從來都冇做過。由上一年情人節開始，混血肥仔出軌嘅講法開始出現。當時我曾經迫於無奈，喺現實世界冇辦法和平商議同埋和平協商嘅情況之下，出過一篇聲明，當中一個對我最大嘅誤解，分居協議書。第一個指控係話我所講嘅分居協議書係假嘅，但係事實上喺2024年，我同對方係的確簽咗分居協議書。呢份協議係雙方簽名嘅文件，同時亦都有 WhatsApp 記錄證明對方知道並且確認呢一份協議嘅存在，並且大家會執行相關嘅條款。協議入邊嘅第6點亦都寫明，雙方各自分居日起各自生活。但係點解我當初唔會拎出嚟呢？第一，同我公司嘅伙伴傾完，覺得無了期嘅花生對所有人都冇好處，不如冷靜一排，現實解決好所有問題先，再拎出嚟解釋。第二，呢份分居協議書，我哋雙方喺後期有唔同嘅解讀，呢一點我係做得唔好嘅。自從上一份工作開始，工作越嚟越忙，我哋嘅爭吵亦都越嚟越多。去到2024年2月，我哋開始討論離婚嘅問題。當然當中部分係有 WhatsApp 記錄，都有面對面嘅爭論。去到6月尾7月頭，大家口頭上同意討論分居協議書嘅內容，大致認為喺呢一刻大家嘅婚姻已經完結。之後幾個月，大家一直有仔細討論細節，當然都係有連續性嘅 WhatsApp 記錄。點解我會話雙方有唔同嘅解讀呢？對方可能認為，就算我哋大家已經口頭協議咗離婚，喺分居期間了解其他對象都算我出軌。我會認為大家都已經同意分居，我唔算出軌。點講都好，我覺得我處理呢件事係處理得唔好嘅。第二個指控係話我一直扮好爸爸，一直想放棄2個小朋友。我要重申，由頭到尾我都唔會，亦都唔想放棄佢哋。我唔明白點解有唔少英國圈子嘅人不斷流傳我要回流，甚至放棄佢哋。呢樣嘢我除咗用時間去證明，我冇其他辦法去證明自己。由最開頭我哋討論離婚，對我嚟講最大嘅掙扎就係究竟比一個完整家庭小朋友重要，定係比一個情緒穩定嘅屋企環境小朋友重要呢？不論答案係點都好，我相信呢2個答案都唔等同放棄。1年多過去，關於小朋友嘅安排，英國法院已經作出決定。喺審視雙方提交嘅照顧記錄、出入境記錄，包括安全問題以及相關資料之後，最終作出 share care 嘅安排，即係1人1半撫養權，大家1人1半嘅照顧時間。呢個決定並唔係一次性作出，而係經過長時間審視文件、證據以及過往照顧小朋友嘅情況之後所作出嘅安排。我相信英國家事法庭喺作出呢啲安排嘅時候，係基於專業同埋完整資料所作出嘅判斷。我總相信比街外人同埋所謂知情嘅人士嘅觀察嚟得專業。就算我唔係大家心目中嘅好爸爸，但係2年來嘅炒作同埋說話，對我同小朋友嘅生活有乜嘢好處呢？呢啲大人咁樣做又真係對小朋友好咩？第3個指控係話我誣衊對方貪錢。首先，我從來都冇話對方貪錢。我哋認識接近10年，佢絕對唔係一個貪錢嘅人。但係當日我係話對方需要我喺期限之前轉層樓俾佢，係回應緊坊間嘅問題。究竟佢話兌現承諾係乜嘢意思？但事實上，當時雙方透過中間人溝通嘅時候，確實係提出過轉移物業嘅條件。當時係2025年嘅2月17號，相關新聞已經開始出現。我亦都曾經嘗試私下解決事情，
希望事情唔好再喺網上擴大。但係當時尋求法律意見之後，律師指出，由於佢唔再承認分居協議書嘅存在，呢段 WhatsApp 嘅對話同時有恐嚇成分，所以唔建議我喺呢一刻做任何嘅流語轉讓，因為法庭最後都有機會推翻決定，並建議我將所有嘅嘢放上法庭解決。去到而家呢一刻，我哋之間只剩下財務問題未解決。未來我會繼續尊重英國法庭嘅決定。第四個指控係話我家暴。喺英國法律入邊，家暴通常稱為 domestic abuse， 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指控。呢一份係2026年1月5號刑事案法官當日手寫嘅判詞，當中冇提及我有 domestic abuse。如果我有嚴重暴力，對家暴問題處理得咁嚴謹嘅英國法庭係冇可能會判我一人一半撫養權。究竟衝突當晚發生乜嘢事呢？2025年1月24號晚上，大家激烈口角之後，今次大家都衝動地用手指篤對方嘅肩膊位置，並且互相推撞。但我重申，我絕對冇權打腳踢。呢個衝突係雙方面嘅。喺警局，我又被詢問想唔想提告對方，但我當時只係話保留權利。喺警局，我被通知控告 extort by beating。英國法律入邊，法律上 beating 泛指推人、扯手、拍打、拉扯衣服、掟東西、掟中人、找人，只要有 physical force 就可以成立。我而家讀出判詞嘅部分內容。呢一份係1月19號我經律師收到嘅法官手寫判詞。事發後，現場警方即時拍攝，照片中顯示對方有輕微紅腫嘅情況。當時喺警局，我決定誠實承認呢個傷勢係我用手指篤對方造成。同時因為呢個原因，判詞入邊都清楚寫明，我哋注意到曾先生係一個品格良好嘅人，因此從這一點看來，他較不可能犯下該項罪行，也較不可能向法庭作出不誠實嘅陳述。但由於我已經警局認罪，法庭需要作出裁決，因此法庭裁定控罪成立。喺呢度，我要鄭重向葉女士再次道歉。無論事情嘅經過係點樣，當晚嘅衝突其實都唔應該發生，我都唔想再提。但有人講到我係打女人、拳打腳踢，甚至打到入醫院，呢個係非常嚴重嘅指控。都見唔到有任何嘅知情人士諗住出嚟講一兩句說話，避免指控太過嚴重。點解會有唔少英國圈子嘅人話睇到啲相之後會覺得我係打女人呢？事發後係警方即時到場，影嘅相同埋片已經呈上法庭。事後大家推撞身上嘅瘀傷慢慢散發，但係警方最後係冇接受到我哋雙方事發後再影身上瘀傷嘅相。同時我嘅瘀傷相從來都冇俾家人以外嘅人睇過，因為由好早階段我都唔相信英國圈子嘅呢啲朋友。我唔認同一班不斷主動叫我回港生活、叫我放棄撫養權嘅人係乜嘢善良嘅人。可能你哋唔相信，但我從來冇 post 佢哋嘅嘢，唔係因為我冇同佢哋生活，係因為由一開始我唔想佢哋大個之後會發現佢哋係父母嘅形象工程。事情發展到呢一個地步，我已經如實講晒所有經過。最後嘅私隱，我相信已經係我哋雙方嘅瘀傷相。我希望大家唔好再強迫我哋出相做比較，留翻少少空間同尊重俾我哋同屋企人。至於案件有乜嘢懲罰，法庭最後嘅判決，我需要罰款，唔需要有社會服務令，唔需要坐監，冇任何人身自由嘅限制。希望大家尊重法庭嘅裁決。同時唔同嘅法庭都提醒我哋唔好再喺網上重複婚姻破裂嘅原因同埋經過，認為咁樣係成熟成年人嘅做法。最後，點解我要而家先出聲講呢？首先，感情問題我有處理得唔好嘅地方。第二，由2025年成年，我嘅家人同埋對方嘅朋友中間仲有好多嘅爭吵，好唔容易先去到2026年嘅2月尾。除咗財務安排，所有嘅其他法律問題已經解決。小朋友完全適應同我生活，我唔想再被影響。第三，2026年3月，有人喺網上開始帶起話題，話我家暴，一個又一個嘅人出嚟助攻。一個1月5號已經完成嘅判決，竟然可以幾日之內變成娛樂新聞。但係有話語權嘅人冇諗住出嚟終止流言蜚語。第四，我必須要放下我嘅工作，我先可以出聲。
呢個係對工作夥伴最負責任嘅做法。我拍呢一條片唔係想同任何人爭論，只係想誠實咁樣講晒俾大家知喺我身上發生嘅事。網上世界或者已經唔容許人哋沉默，一個花生會蓋過另一個花生。10年喺網絡界，我深明一個道理：你千祈唔好喺網絡世界入邊揾公義，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係判官，你總會聽到你唔啱聽嘅說話。最緊要係喺現實世界入邊，你點樣做好你自己。多謝。